下关星空，知影有一个救世主要诞生啊！因即时出发，起来去问迄个帝王，呾诞生的君王伫咧倒位咧？因要朝拜新生的君王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哇，今日天天的星闪闪是实在是足水的。嘿啊，这么水的天气真好看。咦，你看，底下有一粒星，特别大咧，特别光咧。对吼，叫我看来，这是有一个救世主要诞生了。来看边呢，边来传传呢，出发来找一位拄诞生的君王，互咱配上咱的礼物来朝拜伊。三位贤士来到迄个帝王宫，询问呾诞生的君王伫咧倒位。迄个帝王一听就惊着咯。迄个帝王你好，拄啊诞生的君王伫倒位？阮伫咧东方看到伊的星，特别来朝拜伊。恁去找找人来，所以就甲我讲，互我马上去甲伊朝拜。好。国王则毋是真正要朝拜君王，伊怎会当让拥有有心的君王咧？伊是想要甲伊害死，因为要调查户口，所以全国的人民就爱转来去互这个报道，就是带着玛利亚出发要来转去白冷城。玛利亚的送去接近路。嘛真辛苦，排一个大巴肚，伫个满天的风势当中来到白冷城，但是所有客栈拢已经客满，不得已只好是住伫个马条内底。迄一暝，玛利亚便生了婴孩，因家伊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。今年你辛苦了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因为国王讲要调查户口，所以爱全国的百姓拢转去互这些报道。你巴肚遮尔大，我看是咧生啊。外口的风气遮尔大，咱就要赶路要转去地里，你就辛苦了。玛利亚无因咧准备行李，伫咧乌粗粗的暗暝，就是看着梨仔。玛利亚在梨仔顶挂，开始赶路。这个时就起了大风势。玛利亚，你看，后前有光呢，我想客栈要到啊。毋知影啊，阁有房间无？头家种姐，阁有房间无？哦，真歹势，恁来伤慢了，已经无房间咯。拜托者，阮某巴肚遮尔大，已经伊要生啊，无房间，叫要安怎呢？无安尼好啦，后面山东迄边有一个马条，恁就伫遐住一暝。马条，敢叫马条？头家，敢有别个房间无？哦，真歹势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啊无，好啦，头家，多谢，真多谢。就是带着玛利亚进入了马条，玛利亚就生了一个男婴，叫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三位贤士带着年轻的指引，来到马条内底，献上黄金、米中，甲木药作为礼物。
你看嘛咧，有一个星停在一个山洞的顶头。哦，一定是救世主诞生咯。咱赶紧来头前看卖啊！天主进入了山洞，看见热切玛利亚，一副倒伫个礼架内底小耶稣。您好，阮是东方三圣师，有一粒天使之意，阮知影救世主诞生伫遮。这是我的礼物是黄金，这是我的礼物是乳香，这是我的礼物是目标。请接受阮三个人来朝拜诞生的君王。热切跟玛利亚感觉足着惊的。玛利亚把这一切记伫心中，反复思想。三元师伫梦中得到天神指引，叫伊毋通转去迄个地方遐。